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咱教会109周年的周年庆。其实咱每一档拢会庆祝，而且纪念这个日子。咱伫这个日子中间，咱一方面想念过去100多年来上帝对双连教会恩典恩赐，但是另外一个更较重要，就是咱咧过这个日子的过程中间，咱毋是尔感谢、欢喜、快乐尔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咱爱伫这个时刻去思想，当初时上帝设立双连教会的目的。咱爱因为年岁的加添，互双连教会真正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，更加会当荣耀上帝，更加会当祝福众人。咱期待双连教会当成做一间荣耀上帝、祝福万民的教会。那安尼免怎成做这款的教会，就是咱期待上帝帮助咱去做健康的教会。因为教会若健康，接近这间教会的兄弟姊妹都健康。兄弟姊妹健康，就当勇敢去为主做见证，荣耀上帝，祝福众人。所以牧师要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间健康的教会本质。要领受上帝为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伫109当前，伫这个所在，奉你的名所设立双连教会被起造，经过100多年来，伫主的引带、主的恩典以及先辈的努力下面，双连教会今仔日有缘徛踮伫你的面前，成做你的器具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伫这个较要紧的日子去思考你过去所带来的恩典，以及未来阮安怎照着你的计划去行，通成做一间荣耀上帝、利益众人的教会。恳求主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，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得到激励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前书。那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的第1节到第10节的记载，这是保罗第2遍传道的时阵，旅行传道的时阵，伊对亚洲将福音传到欧洲的第一个城叫做腓立比。当伊离开腓立比了后，伊就在腓立比伫这个所在吼，这是欧洲。然后伊就沿着路地亚、暗菲波利、阿波罗尼亚，经过这城市了，伊来到一个海口的城市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城。帖撒罗尼迦城是一个港口，咱会当讲当时阵啊，伫港口的城市，拢是比较较富裕繁荣的城市，也较侪人口伫这个所在出入。保罗甲西拉来到这个城市了后，照着过去因的宣教模式，因就先去找着犹太人的堂会，然后会堂吼，然后伫这个所在连续3个安息日，伊拢甲伫会堂内底，甲犹太人根据圣经去辩论有关救恩的问题。结果，咱看见着保罗做真好的事工，伫这个中间。有一寡犹太人相信，而且中间也有做伙伫这个会堂咧敬拜，一寡敬拜上帝的希腊人，甲妇女界领袖嘛相信。所以福音一开始，经过保罗的努力，上帝的保守，开始有一寡成果，因就成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。毋过咱拢知影，福音事工伫倒位兴旺，伫迄个所在。就会拄到相款的阻挡，所以开始有一寡当地犹太人，因为心内怨妒，看见到保罗因有遮尔济、遮尔好的成果，所以因就招聚一寡罗马结群结党，伫城内引起暴动，目的就是要打击这间教会，爱保罗甲西拉赶紧离开这个帖撒罗尼迦城。所以保罗就不得不
离开伊当设立的这间教会。但是上帝就是遐尼奇妙，虽然这间伫真短的时间所起造的教会，而且一起造教会了，就遭受到迫害的教会，这间教会却继续坚持落去，成做美好的典范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的第6节甲第7节，都是一个真好的证明。咱看见着保罗安尼讲，伊讲虽然恁遭受到大苦难，有缘伫圣神所享受的喜乐中间领受信息，所以恁诚做马其顿甲阿盖亚所有信徒的典范的模范。所以一间他设立的教会，而且佫马上拄着迫害的教会。因诚做一个活我的见证，甚至诚做马其顿甲阿盖亚所有信徒的一个模范。所以咱特别对这段经文中间来学习，这间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伊有真重要的秘诀，互因会当诚做一个真水、真水美好的见证。咱看见着伫这段经文的开始，保罗就提起着帖撒罗尼迦的3项真重要的特质。伫保罗替因祈祷的过程中间，伊为着3项代志来感谢上帝。伊安尼讲：阮常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，伫祈祷中间不断提起恁，伫咱的爸上帝面前纪念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，怎样用疼心辛劳工作。佮怎样坚守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愿望？保罗伫遮说明，伊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上帝的3个原因。这3点拄仔是健康教会应该爱具备的3个要素。第一，咱注意来看，就是因将因的信仰、因的信心实践出来。第二，因伫这过程中间用疼心辛劳的工作做工。第三，因坚持坚守对主耶稣基督的愿望。其实这就是咱真实的信心、愿望甲忍耐这3项真重要的信仰素质。真清楚，这间教会伫保罗眼中是一间达到信心、愿望甲疼心这3项标准的健康教会。伫保罗的批信中间，伊一再强调信心、愿望甲疼心这3项代志是非常重要的。甚至伫保罗的想法中间，会当久久伫伫这世间上的，只有信心、愿望甲疼这3项。所以咱若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13节，保罗就是安尼咧表明。所以这3项伫帖撒罗尼迦教会拢有真明显见证出来的特质，咱来学习。所以无需要期待咱双灵教会会当真正活出信心、愿望甲疼心的健康的特质。所以接下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3个特质。第一个，咱要分享的就是信心。保罗讲，伫咱的爸上帝面前纪念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。而且信心是指啥？是指对上帝绝对忠心的信心。咱对圣经中间，咱拄则有讲过伊的背景。保罗伫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了，当地犹太人因为怨妒因伫福音事工的成就，就煽动迄个城的百姓，想要将保罗甲西拉关入监狱中间。好佳在因2个人先离开。保罗人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但是伊的心也踮伫这个教会中间，伊袂放心遐信徒，伊真惊讲这拄拄呾成立的教会，伫迫害下面就失去对上帝的信心，所以伊就派伊的门徒提摩太去了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。后来就咱所知，当地信徒无因为有犹太人的迫害，因就惊吓，反倒当因更加有信心。伫遮，伊为着因这款的信心来感谢上帝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一间健康的教会应该是
爱持续坚守对上帝的信心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无论拄到困难挫折，对上帝的信心永远伫地。保罗伫遮讲，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？就是表示讲，信徒因伫生命中间表现出对上帝的信心。因表现信心是表现伫什么所在？两项代志。第一项就是因为我靠上帝来得到喜乐。伫第6节中间，保罗安尼讲：恁学阮也学主，虽然恁遭受到大苦难，犹原伫圣神所赏赐的喜乐中间领受信息。所以保罗咧说明讲，因拄到大的患难，但是虽然受真大的迫害，但是因犹原时时倚靠上帝来得到喜乐。这种外在的喜乐的表现，就是伫患难中间犹原喜乐，就是表现因心中对上帝倚靠的信心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嘛是安尼，伫任何时刻拢爱倚靠上帝来喜乐。对安尼来证明咱对上帝的倚靠、对上帝的信心。咱想看卖，如果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，每一人大家拢是忧忧愁愁，要去人传福音，佫忧忧愁愁，安尼是物啊见证讲，咱的上帝是一个平安喜乐的泉源呢？如果咱双人教会信徒，每一人拢是非常软弱，安尼人要哪认捌这个赏赐稳定甲能力的上帝？所以喜乐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所以保罗伫真侪批信中间，拢命令信徒爱倚靠上帝，伫主内底爱得到喜乐。第二项，伊毋是简单表现出喜乐尔，因也常常去宣讲上帝的作为。咱看第8节安尼讲，讲主的信息毋简单对恁遐传开到马其顿甲阿该亚。恁对上帝的信心也传到远近逐个所在，也就是讲，因对上帝的信心，因毋是无暗藏起来，反倒当将伊扩大出来。因常常去分享上帝伫因中间所带来大稳定，甲上帝的作为。帖撒罗尼迦的信徒，因的信心是表现因愿意宣讲、表现即个对因、即个互因得救的上帝。表现咱对上帝的信心，在伫咱常常去宣讲上帝的作为。我看有人信耶稣，敢信了真歹势吼，毋敢互人知影讲咱是基督徒，这是毋对的。咱爱勇敢将上帝的稳定的大权能，凭咱的信心来宣讲出来。因为安尼，别人也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。所以教会无应该是封闭的，应该是开放的。咱即几冬来，确实因为疫情的缘故，伫教室发展顶面比较较慢。但是伫即个时间，伫即个机会，教会也伫无共款的方向顶面咧敲找突破点。譬如讲，咱伫10当前有设立传播委员会，咱今年也去设立数位发展委员会。即两个委员会设立，就是希望利用无共款的管道，甲别人接触，去分享福音。其实这毋是讲即两个委员会会参与的人的代志，这是咱每一个信徒拢会当参与的代志。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参与这项工作。我是有参加真侪咱大家赖的群组吼，我不时接到大家打我请安吼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吼，拢不时拢发讯息互我吼，拢看袂了吼，大家都照时间安尼传，甚至有诶到暗时搁咧早安吼。大家拢有即个能力将即个信息传出去。无需要大家讲，其实咱传播委员会有制作真好诶节目，吼，咱每一工拢有每一工诶读经进度，咱拢会当利用即个赖群组，咱叫饲几个，大家拢会晓嘛。试着把即个信息传播出去。咱咧传的过程中间，就是咧对人分享讲上帝伫咱中间的作为甲稳定。咱今年设立数位发展委员会，就是要配合遮个
帮助大家更较容易会当甲别人结缘。所以透过即款的事工，咱就将咱所领受的恩典分享出去，这是表示咱对上帝有信心啦。所以咱教会中间有 FB 有新设立的官网甲 LINE， 咱在报告的时拢互大家了解咱有做这个事工，咱做伙来参与。咱想看觅，咱教会有遐尼济兄弟姊妹，大家拢传互咱的朋友，一个传2个，一个传10个，迄个扩大的能力是真大。咱礼拜日可能伫即个空间中间，你会当有接近800个到1000个人听到上帝的话，但是咱来传出去，可能有千千万万的人拢会当听到。这是咱会当参与的事工。咱伫参与的过程中间，就是咧见证咱对上帝的信心。咱有遮尔好的一个上帝，搁真搁我大权能的上帝，就是爱将伊分享出去。这是第一项。第二项，咱来看健康教会的第二个特质，就是疼心。保罗伫即个中间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因怎样用疼心辛劳工作。这疼心，这个疼吼，伫希腊文中间是用阿卡贝这个字。这个字牧师也大概解说几啊遍。这个字真正意思就是讲，咱所疼的对方吼，假使无达伫咱疼的所在，咱犹原是疼。这是来自上帝的疼。这种疼是种无私的、主动的，是种完全的，是种属上帝的疼。保罗咧学了因讲，因中间有耶稣基督迄种无条件的疼，用安尼的疼咧辛劳工作。好学本将这辛劳工作翻译做所受的劳苦，意思是讲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，因愿意为着疼别人来牺牲家己啊。咱来明白，伫帖撒罗尼迦教会，即个教会中间，当设立的时阵，伊的成员有犹太人，有希腊人，也有一寡妇女界的领袖。咱来理解哦，这今咱看是真平常，但是伫迄个时代吼，要将这3款人来合作伙是真困难的，因为无共款的信仰背景，无共款的文化背景，有无共款的社会地位，这人真正足困难到底呢。但总是因为上帝的疼，因对上帝遐领受真正的疼，所以因会当合作一。所以初代这个教会，包含帖撒罗尼迦教会，都是充满这种阿卡贝的疼。咱若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43节到47节，中间描述上介早的初代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一开始嘛是安尼，大家无啥物分别，无啥物人较贫贱富裕，无即款分别，大家拢是彼此分享，同心祈祷，做伙学了上帝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上年教会要成做一间合上帝心意、健康的教会。咱真正需要对上帝遐来支持疼，而且分享彼此的疼。所以牧师有2项真重要的建议，咱会当做。第一项就是咱伫疼的中间彼此来带导。咱会当做的一项上界美好的服侍，就是替别人祈祷。今仔经文中间，保罗安尼讲：我常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，伫祈祷中间不断提起恁。意思讲，帖撒罗尼迦教会拢放伫保罗的心中，保罗不断拢咧替因祈祷。所以咱组成一间教会，咱来当将上帝所赏赐咱的兄弟姊妹放伫咱的心中。兄弟姊妹所拄着的这个代志，都是假像亲像咱拄着的困难相共，咱着为因的需要献上咱的祈祷。伫祈祷中间，为教会集体献上咱的感恩甲祝福，这是疼的上介好的表现。所以牧师期待讲，大家拢会当来参与伫咱中保大道的事工。参与中保大道的事工，毋是简单讲。伫礼拜伫秋间的中间，咱奉献咱的时间来祈祷。咱嘛会当写咱需要人代祷的这个代志，写伫这代祷卡顶面，或者人会当做伙来服侍。这就是一种同工啊！大家会当将别人的需要
放伫咱的心中，为伊代祷，这是上介好的一种服侍。佮另外，咱会当伫听中间分享生命，代祷了嘛，爱有行动。上帝设立教会，互咱伫教会中间有团契、有小组，这是上帝赏赐咱上介好的礼物之一。互咱伫小组中间、伫团契中间，会当彼此扶持、互相关心。大家爱好好珍惜，毋简单安尼吼，咱对外嘛爱付出关心，因为咱甲即世界是相牵连的。咱毋通想讲，今仔日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，甲咱一点仔关系嘛无。有遐远的所在，其实伊拢会连带关系，会去影响着咱。所以咱嘛爱常常去关心即世界的代志，而且影响即个世界。咱教会除了有设立无共款的机构去做服务以外，伫教会内底嘛有设立教会甲社会委员会。教会甲社会委员会主要就是帮咱伫社会中间一寡需要的代志，咱包含给咱的救助。包含一寡弱势的帮赞，伫阮周边的遮教会宣教师的关心，阁有一寡教会伊要推动一寡事工，有欠缺经济上有欠缺，伫人力顶面有欠缺，咱甲伊做伙做谈判教会，来推动遮的事工，互上帝的迄个福音会当扩大，互上帝的听会当扩大出去。这就是咱教会设立遮委员会最主要的目的。咱常常为着这代志来祈祷，咱有设立无共款的机构，咱有安养中心，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，这个拢做真好的工作，来帮助社会中间需要帮助的人。这是上帝设立为咱教会真重要一个交代咱的使命甲计划。所以，做这推动这个事工，就是需要有丰盛的听。所以，望讲咱能持续来参与伫即个事工。最后一项就是望，保罗接续称赞因讲，佮怎样坚守对咱主耶稣基督的望，而且望是特别之格外的望。帖撒罗尼迦这本书信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主题，就是讲起着未来格外的信息。伊讲起着未来格外，就的确甲耶稣基督会搁再临有无通分的关系。咱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13、19、14节，保罗对因讲兄弟姊妹啊，关系已经死去的人，有法望恁知影一寡代志，免直直忧伤。咱对着亲人死失，对着教会朋友死失，咱难免会伤心。但是保罗勉励伊讲，毋通亲像遐无望的人。咱相信耶稣对死人中国活，所以相信上帝也要将遐已经死去、已经困去的信徒，甲耶稣基督做伙带去。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应该对生命的国活有坚定的望甲信心。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甲一般人上界无共款的，就是应该伫遮。这种望表现伫两个方面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就是咱对生命中间，就开始无惊吓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，保罗讲，而且望着伊的囝耶稣基督对天顶降临，这位耶稣就是上帝予伊对死人中国活迄一位，伊互咱脱离迄个将要临到上帝义的生气。咱今日要伫遮共修圣餐，甲主同齐道。咱每一遍共修圣餐的时候，咱就去知影主耶稣基督所带来迄个恩典。因为咱每一个软弱的罪人，若无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伊替咱受苦受死，佮对死人中国无啊，咱是无望的。咱每一人接受审判的时阵，拢是该人爱死啊。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因为咱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所以咱会当逃脱上帝义的愤怒。所以咱每一遍咧守圣餐的时阵，咱就是对心底去感谢上帝，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对死亡无搁再惊吓，互咱成做一个有望的人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知影，
肉体死亡毋是一个结束，反倒等是永远享受生命喜乐的开始。如果一个人伊连死亡嘛毋惊，安尼世间的困难都无法度拍倒伊。另外，咱嘛爱去思考，咱肉体死亡进前还阁有真长的日子，伫这日子中间，咱爱活了更较积极、更较圣洁。一个对未来有愿望的人，一定爱生活了更较积极、更较圣洁，因为伊深知，只要持守这款的愿望，将来咱会当得到荣耀的冠冕。所以活了更较积极、更较圣洁的生命，是表示咱有愿望的见证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上帝会安尼激励咱。咱今仔日遮庆祝青年教会109周年的生日，咱应该爱活出信心、听心、愿望的生命，来荣光主的性命。牧师深信上帝要赏赐予青年教会，就是一个充满信心、愿望、听、表现健康、荣耀的教会。如果你若有这款的认为，咱做伙来求上帝帮助咱，真正会当调整咱的生命。阮伫每一个时刻拢活出信心，伫咱教会中间彼此相听，然后持守着永远活愿望的这款希望伫咱的生命。这款的表现来见证，咱就是这款的教会。这款的教会对咱的社区、对咱的城市、对咱的国家带来真大真大的祝福。愿上帝亲自带领、保守、看顾咱，互咱真正会当荣光伊的性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今仔日你的话，阮真清楚。主，你意爱阮诚做一个有信心、有听心、有愿望的教会。求主亲自点到阮心中较无的火，互阮会当军队这先辈的骹步，真正活出信望爱的生命见证，来荣光你的性命，来祝福更较侪人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